念，日子兵荒馬亂，擇日新眠，亦別要揀這3數天。為何你會前來道別？是否一種考驗？擇日再講。但願你當作行善，別叫我工作裏獻出了弱點。同僚問起我幹嘛這麼黑面？假使你也方便，算一周最後那天不想與我糾纏，也懇請撐到那天。因今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見，想空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何時嘆氣，何時落淚，如若得真太亂，現在很忙，擇日再新戀見數怨。為何發覺從來到未約好終點出現，熱淚間中亦在那報告前面，別要我工作裏顯出了弱點。同僚望到我眼前該怎麼算？假使你也方便，算一周最後那天不想與我糾纏，也懇請撐到那天。因今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見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人生嘅悲哀就係當你遇上一個對你好重要嘅人，但係又冇能力去留住佢。何日何地情盡情斷，亦得好好生存，就怕淚腺突發叛變，要扮作下去抽一口煙。崩潰我有經驗，算一周最後那天得不到你可憐，也得到休假半天。這幾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轉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講分手要在那天，我都需要預約先。這幾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轉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。行言可否改天？